前2局感觉很好，那第3局突然3、4局突然是没有像前2局那个感觉那么好。是有一些什么状况？也不知道，是前2局就觉得头好等到上被单打之后，那被得分之后感觉比较急躁一点，因为而且球队领先，那可能变成节奏变得比较快，想说赶快解决打者，那突然失投就变得比较多，这3、4投就变多了。那还好，手背有帮忙跟打线，那自己也是尽量去投，然后投多少局算多少局。今天被所打的安打好像蛮多的。对，就3、4两局是失投比较多，那刚好他们也有掌握，所以自己还需要再多加强，就是减少失投局上，因为他们乐天是能减少失投的话，就能减少10分，因为他们攻击力比较强，那你只要有失投的话，会造成伤害比较大。你自己知道对乐天发连胜吗？没有想过这个，因为去年是去年的事情，那但今年就是角色不一样，那你怎么想办法每一场的出赛就是把握住，那帮助球队胜利这样子，就是你自己今年就是当先发的一个。开季2赛也4场先发，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进入先发的状况吗？还是说有哪些地方还需要再改善？还是局数还是没有办法拉很长，因为还是希望能以7局为目标，因为现在6局的话，你后面有可能会比较累，而且如果一场5有5人战的话，你可能有可能会比较累，那自己想办法还是要把局数拉长，那跟球数给拉高，那就是刚黄总教练也有一个新的课题，就是想办法把球速拉更高，跟局数拉长。我所的特性，所以把它排在前段的方面。对，发挥还不错。因为之前伟达对他的打击状况都还不错，掌握度都还不错。那排在第2棒就可以多打，可能他又丢5局6局多打1次，那就是1次的机会。效果好像还不错，就结果来看，对啊，结果论来讲啦，今天是有效果。但是凯文今天投的好像也有点惊险挣扎，对。今天看起来状况没有很好，但是他也坚持到5局吧。对啊，这就是他有自己的经验吧。对。兄弟怎样？之前吗？是哦，我不知道。就基本的有打击会议而已啊。